伯父，上次我不是跟你说有关锦溪的情况了吗？啊，我明白了。你是想问我那次跟你分开了以后，后来我对锦溪做了什么，是不是？行，姑娘，你呀够狡猾的啊，也知道怎么利用人，知进退。哎，我要是不看你这张脸，就听你这声音啊，还有你这个身形，我真怀疑呀，你才是真正的贺锦溪呢。真正的贺锦溪，伯父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？那贺锦溪是假的。是假的？啊，虽然我不知道你过去是干什么的，你为什么针对贺锦溪？我看在你帮过我的份上，我告诉你吧，顾家那贺锦溪假的。苏妍希那个小贱人怎么好端端的让这个老家伙发现了？以我对这个老家伙多年的了解，他肯定是拿到什么证据了，不然不可能会这么嚣张。不行，我得想想办法。伯父，既然话说到这个份上了，我也不想隐瞒你了。我是针对贺锦溪，那是因为他抢了我男人。你男人要是有钱的话，他肯定抢啊。我就是想问问你，你是怎么知道顾家那个女人是假的？行，实话告诉你吧，我拿到了贺锦溪的 DNA 检测书。DNA 检测书？我第一眼看到我就觉得不对，后来我动点手脚一检查，哎，真跟我想的那样。我就是不明白他为什么非要扮演贺锦溪呢？伯父，你看着我干什么呀？你都不知道，我怎么会知道？你看那份检测书能给我看看吗？你想干什么？这可是我财路啊！姑娘，想多了吧你？伯父，我就是好奇，好奇而已，是你想多了。妍希啊，我刚才看到一个裙子特别好看，就是我有个问题哦。难不成他们俩联手了？色，你说什么好呢？嗨，妍希，你有在听我讲话吗？没有啊。那我再给你讲一遍啊。小薇，我们换一个地方吧。看什么呢？没什么。哎，妍希，你拉我来这里干什么呀？薇薇，对不起啊。不行，这次说什么都不行。薇薇，我今天真的有急事儿，我改天再陪你逛街好不好？你有什么事不能跟我讲啊？现在还不是时候，改天我一定一五一十的告诉你，好不好？这样，我下次请你吃饭，向你赔罪，各种大餐随你选，顺便陪你逛个3天3夜。但是今天薇薇女神，我真的有急事儿，对不起。好吧，不过你要记住你说的话，一言为定，骗人的是口。一言为定。好，那你先回家吧。啊，大餐别忘了啊！大餐别忘了。柱子，柱子。谢谢你今天请我喝咖啡啊。伯父，就算您对我有看法，你也算我长辈，让我送送您吧。哎呀，你可送送我。那行，走吧。
行了，你就送到这儿吧，就别跟我上去了啊，要不然不好说呀。那叔叔，我先走了。哎啊，谢谢啊。原来爸爸就住在这儿啊！贺锦熙到底跟他说了些什么呢？你现在想知道吗？你们说些什么其实不重要，反正结果只有一个。说说看呢？你不会让我好过的。哎呀，才几天没见，你进步真的很大，我的好妹妹。作为你的亲姐姐，我是不是应该为你做点什么呀？难道你之前所做的一切还不够吗？你为什么要让爸爸来威胁我？没有什么为什么，没有用的棋子就要尽快清理掉，不然它会成为成功道路上的绊脚石。现在你就是这个绊脚石，但是如果你现在愿意带着妈妈远走高飞，彻底消失，我可以考虑重新放你一马。不可能，我爱西城，不管发生些什么，我都不会再离开他。那如果是顾西城自己不要你了，讨厌你、害怕你怎么办？你为什么要这么逼我呢？是你在逼我。当初我们怎么说的，你不会不记得了吧？现在是你勾引我男人，你还要质问我，你到底要不要脸？除了让我离开顾西城以外，不管提任何条件，我都会尽力满足你的。你能给我什么呀？你现在拥有的一切都是属于我的。满足我？我现在最想你满足我的就是立刻去死。你能满足我吗？你想让我去死？贺锦熙，我们两个从小就分开了，长大之后第一次见面就开始威胁我，用妈妈的命来威胁我，逼我替你嫁到顾家。我是你妹妹，可是你什么时候顾及过我的感受啊？嫁进顾家之后，你让我做什么，我全都做了。可是结果呢？顾城他不爱你。今天这一切不都是你自己一手造成的吗？苏妍希，我真的是小看你了。你居然可以把这一切说得这么顺理成章。你给我听好了，顾西城他之所以爱你，是因为你叫贺锦熙，而真正的贺锦熙是我。你疯了！站住！既然你这么有自信，那到时候我把那份 DNA 检测报告给顾西城的时候，你应该不会过来求我吧？这些真的是你自己一手策划的？对呀，那又怎么样？这只是刚刚开始而已。而且一开始我就改变主意了。我现在决定，就算你现在愿意放弃顾西城，我也不会放过你。贺锦熙，你还有些什么下三滥的手段，尽管冲我来，但是你不要再伤害我的家人了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不会再逃避了。安安，进来一下。顾总，明天早上8点，
让这个名单上的所有人来我的会议室开会。行，我知道了。等等，派人盯住常志成，看看他跟什么人有来往。常副总。哦，知道了。少爷，回来啦！少夫人呢？哦，少夫人她说和朋友出去逛个街，一会儿就回来。出去逛街了？跟谁出去了？这个我还真不知道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哎，少夫人，你回来啦？哟，回来了。你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啊？我回来早就是为了陪你啊。你干嘛去了？怎么看起来那么累啊？今天确实挺累的。有些人还自称自己是宅女，但是只要我不在家，她就自己偷偷出去玩。是不是你啊？不闹！哦，今天真的累，真的累，不闹了好不好？那累了上去早点休息吧。好，上楼歇着吧。喂，喂，我让你做的事情做得怎么样？好。另一件事呢？常副总确实在此前有跟几个部门部长接触过，其他的没什么发现。果然被我猜中了。另一件事呢？按照顾总的吩咐，我已经安排下去了，明天都可以准时参加会议。好，按照原计划进行。怎么了？不是说累了吗？怎么不去休息啊？其实我最近都有一件事情想和你说。我就知道你有事要跟我说。什么事儿？说吧。我家里最近出了一些事情，需要一笔钱，可是我没有。我还以为多大的事儿呢。多少钱？跟我说，我给你。100万。100万？如果你觉得不太方便的话，没关系，100万。正好咱们结婚之后啊，我也没有送你什么东西，没给你买什么礼物。你呢，拿着这个钱去买点东西。拿着，拿着呀。谢谢你。跟我你还客气啊？上去休息吧。志成啊，那份签名书，你敢确定是你手下的员工自愿交给你的吗？当然。很好。只要那份东西是真的，我就对你充满信心。哎，人都到齐了吗？是的，顾总，人都已经到齐了。联名书谁的提议？好，今天要是没人给我一个交代，那么从明天开始，在座的各位，以及你们部门所有的员工，都不用来上班了。
西城，我看你是不是疯了啊？你知道你刚才在说什么吗？你是想玩，你自己回家玩去，别拿公司的员工开玩笑。李老，你不要激动，冷静一点，因为不管你说什么，也影响不了我的决策。顾先生，你别看你人五人六的，你们顾家就是因为出了你这个败家子儿，你奶奶到今天还在为你受累。好了，李老，你现在年纪也大了，该回家休息了。来人，请李老下去休息。你们想把我怎么样啊？我看你是反了你啊！吴世强，你心里还有没有我？你还有没有我呀你？哎，你们对我的李叔叔轻点儿。吴世强，我看你是反了你，跟你没完。好了，现在清静了。有人想说话吗？我觉得你不配当沈冷的领导人。说得好，继续说。你只顾自己玩乐，不顾公司的大小事业就罢了。而且我们在开展工作的时候，你只图自己爽快，耽误公司项目的整体进程。而且，好了，你别说了。会议结束之后，带着你部门的人回家。什么？你说的的确没错，我是一个只会图自己爽快的人。但是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们部门连续3年的业绩不达标，就这个月，你们跟丢了7个项目，谈崩了3个。我为什么要留一个只会吃饭而不会工作的人在公司？还有谁？我在这等半天了，你在哪儿呢？我在这儿啊，你在哪儿呢？哎，这。我要东西呢。来，那我要的东西呢？DNA 检测书是吧？我忘家里了。行，先把钱给我，我下次给你带回来。你是打算自己回去拿，还是我跟你一起回去拿？你敢这么跟我说话？你要是敢打我，就把它撕了，大不了大家都不要好。你行，你跟我走，我带你去拿。现在只剩下你们3个，有谁要说话？敢说话的都被炒了，还有谁敢提意见呢？不是你们口口声声说我没有资格坐这个位子吗？既然常总对我有意见，不妨说来听一听。完了 ，DNA 报告没了。你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把报告给我？没有，我一开始就想给你的，真的。你又在骗我是不是？我没骗你，我这缺钱，我怎么会骗你呢？我知道了，他肯定是他拿走的。他。
肯定是他拿走的。贺锦熙，贺锦熙，他在什么地方？爸爸，那你刚才说那个他到底是谁啊？啊，他是贺锦熙的朋友，这东西肯定是他拿走的。既然你没有我要的东西，那你要的东西我也不能给你了。不是，哎，女儿，你这钱是不给我啊？不给。你要干嘛呀，爸爸？你给我，爸！你给我松手！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不松手的话，我就不念父子之情，我打你啊！我不行，爸，你不能把这个钱拿走，爸爸！哎呀，爸！